乐高授权专业店营运商乐丰实业27号上午首次进驻台南，伫东区购物中心举办为期6个月快闪店的活动。上午开幕式包括乐丰实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甚至邀请乐高港澳台区总经理加台湾的总经理，拢亲自到场剪彩，场面热烈。适逢我们台南建成400周年，那我们乐高授权的专卖店，我们现在在这边开幕。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来结合我们台南地区的小朋友以及我们的家庭，我们跟我们乐高做紧密的一个合作。那我们在这边乐高的大师也特别做了我们特别特色的一些乐高的一个积木作品这里面有包括有一些是建筑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安平的建师，好，这样我想在这边可以保佑平安，祈求大家能够能够顺利这样子。我们乐高公司有一句宗旨叫 "Only the best is good enough"， 意思就是只有最好的才是够好。那我觉得这跟台南有很大的共通点，因为我们台南人都是一直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体验以及最好的美食。那今年刚好搭上这个机会，我们希望不单只是在这边庆祝我们的快闪店开幕，更是希望邀请台南民众一起运用你们的想象力，建构出你们心目中最美的台南。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乐高积木去分享快乐跟交流。我们希望不单只是小朋友或大朋友，都可以在台南这个充满活力跟文化的城市里面，就是一起发挥想象力，一起在乐高世界里面建构无限的可能。代表南港购物中心和蛮多台南的市民呢，要讲一句：乐高终于来了，乐高终于在台南了，开店了。购物中心的经营，其实诚如刚刚 Candice 总经理提到的，我们要做最好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我们除了提供很好的购物、休闲游逛的环境之外，很重要的是我们有客人期待的品牌，越大的品牌开得越漂亮，给客人更多的选择，这一直是我们购物中心的经营蛮重要的。购物中心早一点营业，快闪店就开满人潮。伫个快闪店还未开幕，就看到卖这个乐高面，手摕大大小小的乐高玩具，排队要等待揭晓。甚至嘛有卖些家长带小朋友前来耍乐高积木。因为想说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它这边有可以现场可以体验，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装置可以拍照，然后像我觉得可以学习乐高，增进逻辑，让小朋友逻辑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拼出他想要的感觉，这样。快闪店结合台南400，这届台湾乐高嘛特别邀请乐高达人，以古都台南为主题，创造不少台南特色的作品，亲像黑面琵鹭、安平的咸菜顶，伫个现场展示。活动期间，业者还佫推出消费满额送限定的好礼，有专业认证的乐高奇美博物馆的积木，伫个开幕前10天，还佫享有会员9折的优惠。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